齊頌宋詞已經播放完畢啦，我哋已經學咗10首宋詞。係啊，係時候要展示我哋嘅學習成果啦。我知，又到咗擂台陣嘅時間啦。係啊，我哋一齊介紹宋詞擂台陣嘅資料啦。擂台陣嘅日期係7月7日星期一。當天會播放1年級嘅表演，其餘各級分組進行班集演繹比賽，各組選出2名優勝者。各班別要從齊頌宋詞中揀出要表演嘅宋詞。演繹的形式不限，例如話劇、朗誦、歌舞、歌唱等等。評判會根據參與人數、合作性、創意、表演技巧等評分嘅。我哋一齊嚟回顧6年前宋詞擂台陣嘅相片啦，你哋估下佢哋演繹邊一首宋詞啊？我哋期待你哋嘅演繹，擂台陣見。